来看到人咧讲食苦当做食补，嘛有人是食补当做伫咧食苦，这就是路边的野草乌白板，要注意有可能会食到问题。有袂少人介意食这天然的草药啊来养生，也是讲改善病情。不过这就要注意哦，因为进前啊有一个63岁查甫人，伊听信这个偏方，想讲要来食可能的药啊来改善闭结，想袂到才食20-30药了后，就出现头晕目暗、双手无力。阁有目睏冻垂这个症状，去互医生看，确定是这个食物中毒，就爱搁带院来治疗。神经的症状其实它可能会有这个麻木，或者是四肢无力哦。那当然最严重，它可能会有造成这个呼吸的抑制。那另外它也可能会产生肝毒性。其实我们以前收治的案例，也有人这个肝功能就突然飙到好几百。医生表示讲，民众若乱食这个野草，也是讲这个野果，安尼就会常常去发生中毒的事件。亲像这个可能，伊就有心经毒。伊会互人规分数无力、呼吸困难，嘛有人去误食到这个米酒上药，因为伊的菌甲这个数码菌差不多，唔知民众阁想讲伊家己捡到宝啊，毋过一个甲食落，吐阁老，规分数拍色，较接看到还阁有台湾马松，这嘛常常互人误认做这个酸水，也就是娘仔树，若误食了后会去造成规分数麻痹，甚至球菌混迷。还阁有即款乌奶奶啊，嘛有人讲是乌龟仔菜，有人误信讲伊有降血压的功能，毋过伊内底有加龙葵根，食了后会灭吐阁冰白，较严重的会规个毋知人去。植物或动物的 APP 辨识系统，它还是有不精准的地方，那最好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做最后的判断。除了毋通这个误信偏方，嘛毋通是讲伫外口看到的食物含这个毒片甲比指一个，就是讲家己就分得清楚。食药署提醒讲，路边的野草，也是这个毋捌的树籽，千万都毋通安尼凊彩食，毋通想讲见青就是药，安尼才袂中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休困一个广告了，继续要来关心大陆福建办一场比武擂台，点迄个师傅和木姓区的师傅来对决，结果这个点迄师吞剑放假起手落差，两个啊都甲对方砍扰，真侪人外行对人买，啊那内行看报底，认为讲这是咧搬戏。